收看赤脚步。看恁两个鬼鬼祟祟，一定不法的行为，暗度陈仓，非奸便是土匪，过街鸟鼠，人人都发堆啊，都发堆。人为人客，咱来请教一下吼。啊，无受我主人的引准，3更半暝踮咧我的大厅啰嗦，恁是想要创啥？对啦，我就想讲，唔知要倒遐找厕所咧。他莫来这套的咧！你掠准讲我唔知影哦。恁利用小叮当的关系，入来我的厝内，利用困点钟3更半暝走来遮啰嗦，四界伫咧甲我找看倒位有啥物珍珠玛瑙，也是古董价值的物件，想要甲我偷摕走，对毋对？你莫拄啊步子步甲烂糊糊，阮瓦萨米就要吞落去。我你讲，为着证明讲阮两个是清白的，安尼阮即摆随来走，莫挂恁斗。当咧，袂赴啊啦！我哪有可能安尼就放恁走？赤脚步啊！我等你这种查某已经等真久啊！你等我，啊无你是等我要创啥？你唔通袂记的呢？咱今仔日有打赌，啊，阁无结果，我哪有可能随便放你走？无安尼上简单的解决就是吼，我即马来走，安尼你刚省3000两的黄金吗？安尼免，吼！啊，你安尼讲甲正大班，阁好听，阁袂跳针嘛？我甲你讲，我是打算要永远甲你留踮咧我这个龟上楼遮，奉待我一世人。彩云，你哪遮暗才来？我来，互你真惊吓吼，真歹势，真失礼，破坏你甲伊的好事。哈？我甲伊的好事？歹势吼，你是修行人，歹势，请你唔通讲这个话哦。我伫咧楼口已经听到一清二楚，你免替伊辩解。尤志，你实在互我太失望了。你做拍来遮阁无高兴，想袂到你会介意。彩云，你听我甲你辩解一下。哎呦！彩云。代志哪会变安尼？我嘛唔知影呢。是啊，代志变哪变安尼，就要问你家己啊。当然，恁免想要溜，代志是由恁两个引起，恁一定爱留到遮甲我做证据，替我甲阮彩云解说。听你这讲这个话吼，你甲恁某感情都还阁袂歹嘛。你放心啦，啊若是讲明仔载我若是输吼，我甘愿踮咧你身躯边，甲你做查某，敢若伺候你。啊若准讲我若赢，我才去甲迄个主持替你解释，安尼毋着好啊？安尼嘛较差。阿紧的啦，阿紧的啊，倒来倒小来倒来。啊你哪有搁重伤啊？小叮当，你是去倒去找着伊的咧？足无简单嘞，这我来救的，你知无？啊若无哦，若迄个毋食煮哦，迄个小查某看到吼，哎呦，阮安尼哦，一定叫伊骗去啦。来，彩
小叮当诶，几年啊无看，哦，你交陪搁旷挂吼，朋友搁袂少吼。嘿，啊，你下车袂白着伤诶，拢甲我沙沙入来遮，咱来借问咧。你是当作我这是客栈，还是收容所？啊师傅啊，啊你讲这个话真歹听，你知无？你莫这当真。啊，我这朋友就是受伤，我毋才会带倒来遮。哦，啊无你家己讲啦，我即马是要带去，会带去衙门哦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算讲你对啦。啊，我拜托你甲我做诶代志，啊，你进行了安怎？我甲你做啊。迄个梁公主吼，伊就是对阿姑的厝内对啊走出来。啊？诶，欧医生，哇，你即摆规个面啊焦甲袂输一粒要啊水饺咧，你是有啥物代志咧放苦着？明白啦，我即马在想看要用啥物方法甲伊医这紧好。我听你咧诊案，若要医伊的病，我上熬。真姑娘，你哪个倒转来？师傅，小安兄叫人劫走去啊！我四界找拢无，我唔知要安怎，所以我们才来这要请教师傅你的。我讲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伊遇到一位名称飞天启的弟兄，飞天启弟兄，师傅，你捌伊死？唔捌。小安兄伊中着伊的陷阱，我为着要救伊，煞甲弟兄来决斗，谁知影伊煞无去啊！敢会是伊家己离开的？无可能，伊身受重伤，要哪有可能会离开？看来梁小安一定是叫小叮当救走。我想，小安兄一定是叫人劫走啊！师傅，你见识较看，无你看，你知影伊的去向。月圆，我明仔载才出来去打探消息。多谢师傅。对了，师傅，拄则我看你伫伤心，莫非你嘛是为着感情的代志？恁头白讲，我是一个修道人，我查到已经将李女事情藏伫一边啊，哪有可能为情伫咧伤心呢？拄则我是伫咧路呢，目睭去红梅沙影着老阿油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哦，你拄则讲迄个飞天启弟兄，伊个人呢？我并毋是伊的对手，但是暗中有人帮助我。后来，迄个弟兄都毋知行到对倒位去啊。原来是安尼哦。这个弟兄已经遮侪年无看，哪突然间佫出现伫咧遮？莫非？师傅，哦，我看你先入去休困，明仔载我才带你来找梁公主。多谢师傅。结人总是有天相，悲欢离合是无常。心存善念能撇香，互相关怀心头伤。安尼，有较好啊无啊？感觉其较轻松，吼，加载，吼，有较轻松。多谢真前辈帮忙。诶，哪里？安尼，拢袂要紧啦吼。吼，加载。那无看到明珠咧？嘿，啊你无烦恼我顾明珠？吼，你才有够大细心的呢？你也无想过嘛咧？你咧受伤嘛着我，啊你今仔日吼，啊疗伤嘛着我，啥物拢总我，啊你也无想过嘛咧？迄个明珠吼，伊阁是一直要害你哦，你还怪什么？你有够大细心的？哎呀，代志毋是安尼啦，伊甲我两个人有误会伫咧，会用讲阮两个人是同病相怜。对啦，呀，这个所在主人到底是甚物人？
此地叫做龟上楼。今仔日老子会大哭，楼顶楼骹全是楼，私人银两的一直好。讲了真对，讲了真对。我即马就是要带恁来去看，讲到底是龟上楼，也是龟子楼。对，这马就要来去看胜败结果。请，你毋免甲我请，我家己会行，啊，你爱有心理准备哦，准备通我做我一世人的查某干。赢较大步咧，今仔日大家都知输赢咯吼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。相信你哦。来，这马大家拢已经伫咧现场啊！拜托你念出来，互大家听看卖咧。贤啊，唔捌字笑，唔捌字无要紧，我替你念。龟子楼，对唔对？无可能，无可能讲龟上楼一暗的中间会变成龟子楼。无可能变成有可能的代志是足济的吼。啊，这个龟上楼会变成龟子楼，就是要奉劝这间楼的主人的，爱知恶作賊。这也是一种天意呀！你讲这什么意思？知恶不作賊。那安尼你的意思毋就讲我是賊？师傅啊，人无影无食，要甲对当，你哪着气干呢？你事事都咧做贼就对。你甲我点去！我着想甲你这个三八的做徒弟啊，我真正会活你气死！我都无讲啊。哦，莫怪哦，人伫咧讲贼家状元才，这个人的头脑比贼搁较高明，徛。顶悬恁是用力甲伊插落去，到遐站着点，当然伊的规大阵拢总起活来，免讲伊嘛会搁再补一环起哩，变做水。好啦，恁若甲遮尔啊有办法，拜托咧，顶悬搁再加一环呀。安尼规气吼，互伊变做规整老虎，搁再贴你3000两。无啊，该差无要紧，我互你靠。你的意思是讲，迄个纸哩，我若法度顶头搁甲加一环变做正，你就要加3000两、6000两。好，我给你拨。我若是输你，我甘愿做你的查某干，甲你捧洗脚水，做你的查某干一世人，安尼会用的无？我想说，嫁来甲你做警卫啊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但是恁袂用个住在遮，马上甲我出去！生弟啊，你嘛唔当好有良心，你要赶因走哦。我毋是干那要赶因走，连你嘛爱走。哈，喊我爱走？恁拢无住在厝内面，3天内，真实来有法度甲我变做规整楼，安尼老虎就输得口服心服。哦，好啦，来走啊！行，你来，我甲你看。小等下，我甲你讲，那你这间楼啊吼，3天了后绝对变成规整楼，时到你就知。我来师傅世界无意思的啦，哪有人安尼无心色，我避免就避免就对啦。师，等咱即摆要安怎就好？这么稍安相分也袂好，我看吼，咱是穿一个客厅来休困。头前迄个人，我哪像捌你呢？是啊，对咱遮一来。昨日伫迄个树林中，甲我拍劫迄个人，就是这个啦。赶紧去啊！好。实在有影高高定，我你走你，要唔走？哎，对。
见着就要甲我赶走，这敢大客之道？你别讲，你别讲。奇怪，飞天柱电影，伊哪会来遮？敢讲因较早有熟识？对，小叮当啊，这个是你的师傅，你是伊的师哦，你较了解伊的个性，到底伊是安怎甲电影熟识，有甚物关系啊？这个人我毋捌看过咧，是讲哦，阮阿姑知影，找阮阿姑就知。你阿姑是甚物人？阮阿姑就住咧三清宫，伊内底就是咧做主持的啊。哦，我想到你就是咧讲迄个带发出家迄个道姑。哦，迄个道姑，你厝窗偌大卡咧了，无想讲家己是出家人啊！那迄个人足歹惹，我无爱去，我看我规到遮吼，监视因的行动就好啊。安尼好啦，要无我嘛无爱去庙寺，我只好留在遮，甲真前辈，咱两个人会当互相照应。我做真前辈，规气叫我真济岁咧。真兄啦，我话想讲哦，要入去内面，甲探听讲因到底是咧讲甚物。你是咧行错趟？安尼啦，小安，你踮咧遮，你家己来较细腻，啊无我甲小叮当来去找因阿姑。我甲你去啊。当然啦。安尼，歹势哦，我甲伊来去，随转来。哎呦，紧啦！你照顾家己啦吼，随转来吼，放心小啦。叮当啊，一个亮叮当。我啊，得靠腰啦，啊得关门串好啦，啊规个围墙啊，佫袂输敢若东墙铁壁咧啦。啊，咱是要安怎入去啦？这我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安尼我先来办一个代志咧。诶，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，不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咱大家离开10多年无见面，你今仔日专程来找我，到底有啥物代志？嘿，当然嘛是有代志啦。坦白讲，我是无事不定三宝殿，我是讲要来找大兄你吼，亲像较早安尼，好好啊，搁做一票啊。歹势，我已经收卡洗手真侪年咯。对，我知影你手骹洗手真侪年，自从你去这栋楼了后，退出江湖。但是你敢会记得咱兄弟之言？当然我嘛会记的，当时咱结拜有酒桌，共生同死，也毋过你会记得咱最后做迄摆，为着要闪避官府的耳目，所以咱就离开咯。对，这我知影。你即马生意做得袂歹啦，啊，小弟啊，我即马咧落魄，我毋才来找你。免搁再讲啊，你到底要伫偌济，我予你。嘿，等下，我毋是要爱你同情我，假使讲你若有带念兄弟之魂，你搁甲我斗3工，而且声我迄个调官话嘛是有钱人啊。甲你斗3工是会用的，也毋过我有带应彩云，要改邪归正。改邪归正，大海你在讲笑，你规气这栋楼改做归正就好啦。我安怎已经袂赴啊啦？我甲你讲，假使你要改邪归正，官方若知影你较早的底细，你想因敢会放你煞？你讲这什么意思？啥物意思？我是惊讲吼，我若无张无弛，啊去甲迄代志讲出来，迄就歹势啦。你是咧威胁我？我哪会敢威胁你？我只要大兄你搁甲我斗3工一摆，后摆我就袂来麻烦你啊啦。这安啦大呀！阿嫂迄边我绝对袂去讲，我无去讲，阿嫂永远就无可能知影嘛。大呀！搁再讲迄个调官话，听讲因兜收藏了真侪无价之宝，你敢袂动心？好啦，我都答应你，但是我有言在先，事成了后，你我各无相干。迄当然咯，事成了后，我马上离开。什么？是你？你也会认我？对，这个人袂使放你走的。你到底听到偌济？本来我是以为你是一个着过梦中的前辈，想袂当到你也敢讲我伫咧做贼。臭小囝，我看你偌久咧嫌真。对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放你走！啥？放你走？
过去抢人劫人迄种生活，我已经过甲真善啊。这个人若无抬，后摆咱是有麻烦的。你若苦苦要将伊抬死，拄则我答应你的代志，咱就全咧准煞。这我唔抬就唔抬，无要紧。但是我要将伊喙齿挂掉，较免伊去告密啦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。路上天气真凉，你也家己加穿衫，袂当陪伴踮在你的身躯边。坐入你虽然不好，但是时常思念你。当我叹口一我的歌，紧倒转去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。路上